Hello，大家好。英超曼聯啊，唔講嗰個字啦。深夜嘅波通常對曼聯都係冇乜，唔係經常有好嘅結果啊。呢場作客紐卡素之前都預計咗會比較難打啲嘅。咁雖然話紐卡素近期嗰個走勢就唔係話好強勁啊，因為要曼聯喺作客呢個聖詹士公園啦。上次贏波已經係2020年嗰10月嗰次作客啦嚇，咁就都隔咗好耐。因為近幾年曼聯嗰個勢都係比較頹啲啦嚇，嗰時紐卡素個勢又叫做好啲啦嚇。呢場先睇翻嗰個拉入啦，即係呢個陣容先啦。單箭頭繼續係石斯高啦，前面3個係古亞啦，潘奴啦，安保姆，中場2個防中卡斯美路搭住文路，後防有少少喐咗嘅，所以以為唔出得啊，出得啦，因為之前以為佢受傷，跟住就麥加亞啦、約羅啦，右邊就落咗馬沙拉維，就收起咗達洛治啊，可能好多嘅球迷都覺得達洛治就唔應該成日攞到個正選位置嘅嚇。今場都決心方面，我諗紐卡素係好過曼聯啦。你見到上半場即係好大段嘅時間，佢哋都係壓住曼聯嚟攻。雖然佢哋有好多嘅創造嘅攻門咧，就有少少隔靴搔癢啦。亞蘭加啊、當拿利等等嗰啲嚇。反而上半場有一球文路咧嘅抽射，即係嘅出腳施射咧就比較仲有威脅啊，過唔到藍斯路嘅一關。喺個上半場臨近呢個完場之前就好多事發生啦。當然其中一個就係積及藍斯嗰個疑似插水啊，俾球證以2黃1紅趕佢出場。嗰下睇翻其實就真係拉文斯係冇掂到佢嘅，但係有少少接觸，即係又唔可以話完全佢係咪有心去插水咧？我又覺得未必係，因為個動作又好似放得唔係好大。不過睇翻就個接觸係冇乜嘅嚇。當然呢啲就電光火石之間，亦都有 VAR 嘅幫助啦。你信啦嚇，你信呢啲團隊啦。結果就紐卡素就打少一個嚇。不過佢哋打少個咧，反而就先入波喎，因為喺補時上半場補時都補咗9分鐘嘅，當時補時6分鐘，補時幾分鐘啦，俾趕咗出場之後，即係藍斯就見到潘奴嗰下落腳就有冇必要咧？但係有時即係你踢波你都知有時真係腦筋上突然間少少出咗腳你收唔翻嘅，係有少少棘到哥頓嘅。你話係咪有需要落腳咧？其實當時都有隊友幫手啦，其實就唔需要嘅。但係有時真係出咗腳就收唔翻，冇計啊。結果就判罰12碼啦。哥頓就抽入咗，以為半場會輸1球啦，返更衣室之前點知就係呢邊馬沙拉維博到個罰球翻嚟啦。結果潘奴一個助攻罰球嘅助攻又係卡斯美路頂入咗嚇。當時已經係去到補時嘅9分鐘結果就係2個入波啦，半場1-1嚇。你話今場曼聯嘅球員其實唔係今場咧，有開始對上1-2場有少少滑落，不過當時可能有啲運氣嘅幫助啦，譬如對方係打少個即係有時踢波就咁好波不如好運啦。今場就運當然冇啦，曼聯唔係有嘅，又係對方打少個但係只不過你把握唔到，同埋主攻都係唔係曼聯即係嘅耍手即係擅長嘅而家嘅曼聯即係你當然大家都覺得打多一個冇理由咁樣唔攻人哋，亦攻唔到人哋，亦都係咬唔入對方，係有少少個賽果係有少少難接受嘅，因為你始終打多個呢個優勢。即係無論你點樣嘅最後點樣嘅結果，當你打多對手1個人之後，你都贏唔到嘅話，甚至1分攞1分都叫做唔合格，但係而家1分都攞唔到咧，就完全係比較難接受啲。當然
你卡比克上場裏邊6勝1和啦，即係2026年呢個先係第一場輸波嚟啫。咁大家都要記翻少少呢啲嘅往績，就不能夠苛求太多。只不過係呢場打多一個贏唔到咁解嘅啫嚇。有時可能回一回啊，你見到球員幾個前面啊安保姆啊、古啊、迪亞路嗰啲都有開始慢慢有少少回落，可能唞一唞會唔會係一週一賽冇乜太多強戰嘅經驗，即係齋練唔得咧嚇。呢個當然係話你每週一賽可能有一個優勢，就好多時都係以逸待勞。但係有時太少比賽咧，又可能令到球員嗰個體能啊、戰意啊各方面都係會有少少影響都唔定嘅。即係當然唔可以話以唞得太多做藉口啦，因為你俾對手會多啲時間備戰啦。呢場結果就最後都3分全失啦。咁啊好在咧，咁啊有其他嘅即係同一晚啦，有其他嘅賽果就幫一幫手，譬如維拉就1-4輸咗俾車仔啦。咁啊即係頂一頂先，即係至少呢啲競爭嘅對手啊，前勝嘅競爭嘅對手咧，咁啊叫做曼聯而家仲可以雖然冇咗3分啫，嗱同維拉都同分咧，都係51分。咁啊車仔就追緊上嚟㗎啦，咁啊亦都後邊亦都有利物浦等等啦嚇。咁當然話呢場波當卡斯美路追和1-1之後咧，咁啊其實都仲有曼聯有幾個攻勢可以即係增添嘅，包括約羅嘅頭槌啦嚇。斯亞斯嘅遠射咧過唔到呢個即係藍斯道嗰關，即係如果呢兩個波其實都會有機會可以入波嘅。咁當然嗰個失波就要怪一怪，即係曼聯嗰個防守唔夠專注啦。當時對方都打反擊㗎啦，咁啊奧蘇拉就一個即係先過馬拉斯亞啦，咁啊想見到麥加埋嚟遮位都遮唔晒，亦都係射得好靚。咁但係你叫佢射多一次都未必入到。咁但係當然你當時有2個球員去夾一個，都阻止唔到對手呢個入波，就係要有少少防守上要打 pat 啦。呢一球波嚇，你見到冇理由一拐就過嘅嚇。因為係啦，可能當時換咗位沙拉維出去啦，咁啊馬拉斯亞就話好耐都冇見過呢個人㗎啦。其實都嗰下就好似雪糕筒咁啦，一 flick 就過咗嚇。咁啊冇計，呢個防守上自己嘅失誤導致失波嚇。好啦，曼聯繼續保持前3嘅，而家暫時都係最緊要就嚟緊嘅比賽下一場真係好緊要6分波嚟嘅。主場對維拉，亦都係爭前4、前3好啦，咁有啲競爭對手嚟嘅嚇，係啦。雖然話1分都攞唔到呢場，但係我有時覺得就有適時嘅輸波，咁可能就再檢討下咯。咁當然卡比克都話即係呢場波係有啲當然好失望啦，可以踢得好啲嘅，特別係對即係能夠即係俾對方打多一個人等，但係對方嘅速率對方嘅戰意決心等等咧，我覺得呢場紐卡素係應該攞3分嘅嚇。咁好啦，咁呢場波可能好多球迷都因為深夜就冇睇啦，咁可能係咯，正如嗰句啦嚇，希望嚟緊都有啲深夜嘅波㗎，希望唔好西啦嚇，可以即係嚟緊仲有首先而家踢咗29場啦，咁仲有9場波嘅啫喎，係咯，大家要好好珍惜咯。我諗呢咁長嘅賽後點評講住咁多先啦，短短地，拜拜。